场的10号队友们，大家好！耶，欢迎依婷。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奥运这个舞台一直都是所有运动员的目标。那么这一次奥运其实也不是依婷第一次站上奥运舞台，里约奥运的时候是你的第一次。对。那么这一次东京奥运再一次的站上了奥运舞台，你觉得这段时间你的成长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成长是自信心。自信。对。然后还有在技术方面以及压力的控制方面。对，都有很大的成长。是，所以这次其实也夺得蛮好的成绩，但相对的这个下一次未来的奥运，我们也希望的可以看到依婷再一次的在划船项目上面得到更好的成绩，属于你自己更目标的成绩，好吗 ？OK， 其实我在划船上最困难的是，就是我们在水面上有很多的项目，就是可能有龙舟、蜻蜓、风帆，所以我们在训练上会有很多的安全性的考量。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民众可以多多支持划船这个项目。是，希望现场的10号队友们，我们都可以支持台湾的运动，支持台湾的划船运动。再次掌声鼓励给我们的依婷啊！哇，我们可以看到依婷现在站在投手丘上。依婷，请问你准备好了吗？Roll！好球！